希塔美德下載平衡。平衡係一種難能可貴嘅品質，佢讓我哋能夠喺忙碌嘅生活之中揾到內心嘅和諧以及穩定。當我哋能夠平衡好工作以及生活、責任以及快樂，我哋就能夠喺各方面都保持健康以及幸福。平衡並唔代表喺各方面都要完全相等，而係根據唔同嘅需求，適當咁調整我哋嘅重心，讓生活裏面各個方面都能夠得到適當嘅關注。呢種靈活性讓我哋能夠更好咁應對生活之中嘅變化以及挑戰。平衡就好似一座天平，無論一邊承受幾多壓力，另一邊都能夠迅速做出調整，保持整體嘅穩定。呢種能力讓我哋能夠喺變幻莫測嘅世界裏面，揾到屬於自己嘅嗰份平靜以及和諧。而家我請一切萬有嘅源頭將你嘅細胞接收器打開，為你下載。我知道源頭對平衡嘅定義，我知道平衡是什麼感覺，我知道如何時平衡，我知道如何每一天都過住平衡嘅日子。我有源頭對平衡嘅觀點，我知道平衡係可能嘅，我知道平衡係安全嘅，我是平衡的。如果同意以上下載嘅朋友，請講 Yes 去接收。我為大家見證，所有下載都下載到大家身上每一個細胞，所有信念層面，所有語言，所有時空。多謝，完成了，完成了，完成了。